大家平安。我说平安。OK，好，时间到啊吼，咱先来祈祷。天父，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予阮永暗过一届主集。阮今仔日要来对第十个灾难来去参考，也看到主你怎样对遮阮所面对的困难的中间，来彰显你的快乐、保守甲看顾。阮选择来跟对你听探你的旨意，就要得到主你的看顾甲保守。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特别阮的教会伫工程进行到伫即个地下室的地板后礼拜要来灌浆的中间，有主你继续带领的恩典，甲阮三个伫地。特别为着明仔载五节的日暮火化，甲个别礼拜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的圣神甲亲人三个伫地，也互因伫即个哀伤的中间，有主你亲自甲因三个伫地将你属天的安慰来享受互因。恳求主你即时将你的圣神赏赐互阮，阮则着安尼会通来明白伫圣经的记载甲启示，也互阮来得到利益。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11章甲12章啦吼。咱若有读圣经的，就会知影讲11章真短吼。所以我甲12章放入来所以伫即礼拜中间也用较济时间咧整理遮的物件吼。这章互咱看吼。好，咱慢慢会当对今仔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遮的问题啦，是讲遮个分享会当来得到帮助。好，即幅图是我伫06年的时阵，应该是11月的时阵画啦吼这是即张3月，另外一张11月吼。这是耶稣是咧耶和华吼呼召摩西的时阵，伫山顶看到迄个代表上帝的记号吼，刺配吼。所以出来及记的故事对即个所在开始啦吼。头前迄段迄个背景无啦，就是讲对摩西开始受呼召即个事件，就对遮就开始安尼吼。了后就是第10个灾难，因住伫埃及上尾的一暝，就是即个吼。即个是共款伫06年的时阵画吼。就看咧画迄个门牌，门关伫内底，外口这是埃及人吼，埃及人。了后即个以色列人就是拢入去厝内底。即个今仔日咱所要看见的即个经文所咧讲的这个情景啦吼。咱知影即个以色列人住伫即区啦吼，咱讲高山也是兰塞吼。即个区域遮啦吼。即个区域是埃及人足无爱去的所在吼，足无爱去的所在。无爱去有几个原因啦，有地理上的问题吼，嘛有政治上的问题，因为遮对即边也是对阿拉伯即边来的军队，这是算前线啦吼。所以因甲以色列人放伫遮是有政治目的的吼，有政治目的的。这是因所住的所在吼。咱讲兰塞高山地吼，伫即个所在。10个灾难大概拢发生伫尼罗河吼，三角洲遮。好，我甲声音关起来吼。好，大概互咱这地图小看一下吼。像咱咧讲到第8个灾难，草蜢仔的灾难，就是讲即个东风吹来吼，草蜢就满世界，叫西风吹去吼，就即个草蜢就落伫这红海内底遮吼。
了后黑暗的灾难，就是圣经学家讲这是东风吹来这个沙尘暴好，所以9个灾难伫这个滚仔会的这个谈判了后，拄着灾难，法老王伊求情妥协，但是又搁反悔硬心，来来回回9摆了后。伫第9个灾难了后，法老王伊就对摩西讲，无搁要见我的面见面是一定会死啦所以伊的心意已经真决定讲，无要搁听摩西咧介绍伊所咧讲的上帝。咱对政治政权来讲，就是讲甲摩西赶走甲这个大赛赶走就是要宣战要宣战，这就是最后一战最后一战。所以第10个灾难，咱知影是上严重上严重。互整个的埃及带去更较危险的境界。虽然伊头前伊的官员已经甲反映好，咱嘛知影讲伫第9章的经文中间知影讲，耶和华上帝基本上毋是要来甲因消灭要消灭较简单无需要安尼来来回回9摆10摆安尼所以上帝要爱互因知影无有人，还是讲无有神明，还是无有偶像会当甲上帝来相比。所以对安尼看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因为法老王伊一再心硬后悔反悔，所以迄个灾难就愈来愈严重。这嘛伫圣经中间，上帝所咧讲的伊嘛知影伊的官员嘛甲讲这个埃及伫要灭亡你还阁毋安尼放因走呢但是无法度伊就习惯上，伊已经拢倚靠神明偶像习惯，所以要一时叫伊放弃真困难真困难。所以到落尾就是安尼宣战迄个宣战。11章真底拄则讲就10尔定迄是一个预言开始咧讲着将来要发生的代志。12章就讲真完整啦有上帝甲摩西讲的话，有摩西甲以色列人讲的话，来规定这个搬过节、度假节，然后这个实际上的第10个灾难的发生了后，因真正守这个节过来离开这个埃及这几项代志这是前礼拜已经互咱看过阁有咱小可复习一下大概头前这9个灾难小可甲整理啦好，第10个灾难咱会当看伊讲法老王已经真决心要抵抗到底安尼啦所以上帝就用上严上有杀伤力的方式来对付埃及王甲埃及王这埃及人选择埃及王的方式当然这后壁所咧代表的就是因的神明偶像啦所以11章伊讲到第10个灾难的经过，这是上帝甲摩西讲的预言这是上帝甲摩西讲的话。所以伫第11章的第1节开始就讲，上主对摩西讲，我要搁讲一个灾难，互埃及王甲埃及，后来伊才会放恁离开遮。伊放恁离开的时阵，会逼恁赶紧对遮出去这个逼就是讲无走袂使已经是反倒转来一个态度所以要讲一个灾难，这个灾难伫咱头前咧讲，上帝已经透过摩西甲埃及王讲，这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所以这个灾难就是真咱咧讲看到伊的记载，对第11章、12章安尼。因为足慎重非常慎重。伫黑暗的灾难了后，咱看到黑暗灾难进前一摆搁一摆冰雹、草莓、加食食拢总食了，伊已经无物件通食黑暗的灾难，互因看无天日因连行路都歹行，这个互因已经愈来愈困难搁接线落去这个灾难互因的性命得到伤害所以迄个对象是讲埃及王甲埃及人，但是牧师嘛要搁再一解清楚甲咱讲，比如讲迄个
冰雹的灾难的中间，上帝就真清楚透过摩西，甲埃及王讲：你的人身若是甲伊的精神，若去到伫安全的所在，就要得到保守。所以所有的埃及人，就是遐个选择无要军队摩西介绍这个上帝，继续军队摩西会对敌这个法老王。甲因所相信的偶像，那安尼人因就会拄着这个灾难吼。所以为着要互以色列人通离开，要互法老王主动来放以色列人离开，所以这是第10个灾难的目的。因为头前互伊机会啊吼，一届搁一届咱用一个俗语话讲啊吼，讲这叫做不见棺材不流泪啦吼。所以这个就是用上严格的一个方式。了后，伊要放恁去吼，这是上帝甲摩西所讲的主动，而且是逼，就是讲拜托恁甲恁走啦吼，恁若无走也袂使啦吼。可见就是这个灾难的威力啦，互这个法老王、埃及王无法度搁后悔搁迄个已经无挡袂牢安尼啦吼。但是对圣经。第20到第30，伊讲你着甲以色列人讲，无论男女，逐个人拢着对伊的厝边讨金器银器。上主阁互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即句话基本上有小可咱讲反讽啦吼，中文来讲敢若小可咧取笑迄个意思啦吼。事实上，因嘛毋是得到好款待，但是因伫即个情形的下面，埃及人着将上好的。金器银器后壁会记载佫有衫吼，甲因送互因，就是叫因甲因走就对啦。咱咧讲即个时阵有小可亲像咱咧讲的7月半安尼吼。我穿上好互你食吼，你甲因走要甲你关起来吼，你莫甲我落安尼，有迄个感觉啦吼，有迄个感觉是毋是真正好款待？其实毋是啦，因为伊就是要赶因走吼，要赶因走。第一则讲清楚，要逼因离开安尼吼。伫摩西呢，伫即个地就是埃及地，嘛受到埃及王甲人神的甲人民看做伟大。这是用一个政治上角度来去看的代志。意思就是讲，咱若准讲用两个国家的战争，埃及甲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战争的中间。伫来来去去了，到尾甲即个大赛赶走，宣战战最后一个了，算讲是埃及全败啦吼。所以就赶紧叫因走，摕金银拜托因走。所以因的领袖啥物人？以色列人领袖摩西嘛吼。所以因就伫政治也是战争顶悬、军事顶悬。变成做一个正赢的人啦吼，所以互因看这伟大吼，是这个原因啦吼。好，伫这个所在，伊就看着讲，以色列人会当甲因的厝边吼，因有带着埃及人伫个附近所以会当甲因摕金器、银器，会当讲是当作是上价值的物件吼，是甲埃及人所讨的吼。你甲因讨，伊就互你因为要拜托你甲因走啦吼。所谓的好款待，其实毋是真正好款待，只不过是因将上贵重的物件赶紧互以色列人吼。拄则有讲着，即个看做伟大，摩西伫政治上、伫军事顶悬战赢拍败法老王，所以伊就去用看做讲即个摩西以色列人领袖真伟大安尼啦吼。第4节到第10节。是摩西着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啦吼，用上主安尼讲，因是半暝我要伫埃及行透透吼，所有埃及地的大囝，对坐王位的埃及王到着埃摩即个女婢的大囝，以及拢总头上生的精生拢会死。埃及全地有哀伤低哭的声，以前毋捌有。将来嘛袂阁有啦吼，毋过伫以色列人的地区会真平静，连狗也拢袂甲人也是即个精生肥安尼吼。安尼要互恁知，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吼。
这个就是咱伫进前有咧讲一个安全的所在，佮无安全的所在啦吼。你所有的人身你要来见我，拍伫我的面前，拜托你甲恁的人民拢离开，这是咧讲着埃及的法老王的情形啦吼。伊就去甲这个法老王讲这项代志吼。讲煞摩西就去不离开埃及王去吼，这是摩西转达上帝的话啦吼。换摩西咱咧讲等话落去吼。进前第10章后壁是这个法老王等话，你无去看着我，看着我就会死安尼吼。即摆换摩西去不出去啊吼，所以这个气氛是足紧张安尼吼。所以上帝捌对摩西讲在第9节，埃及王袂听你的话，所以我要行伫埃及地搁较济的新热。摩西甲亚伦伫埃及王的面头前行这个奇事，毋顾上主互埃及王心意，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吼。所以咱对11章的第4节到第10节，就看到讲摩西转达上帝话，去互这个法老王埃及王知嘛讲到迄个内容吼。当然，伫头前上帝甲摩西所讲的，甲摩西转达上帝的话，无讲甲讲迄个细节拢共款吼。有淡薄记载会无共款，比如讲当真正发生代志的时阵，后壁金去。后壁佫加一个3，这是头前则无讲的代志吼。所以咱大概看到讲伊伫转达，也是讲伫上帝咧命令这中间的记载有淡薄无共安尼吼。上帝要行伫埃及的大家小项全地吼，意思就是讲上帝的运行，这互咱倒转去伫倒位，倒转去伫创世纪，咧讲到上帝甲伊的神运行伫即个混沌的世界，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无介好势，就开始创造吼。这种运行有咧表达上帝的气力吼。新约嘛有咧讲上帝能吼，上帝能伫这个世界来运行有伊的气力来保守吼。灾难的对象当然是埃及地内底的大囝头前无论是官位的、卑微的，也是精神的头前拢会死啦吼。所以咱会讲伊会分吼，拄则经文所咧讲的会分。那以色列人甲以色列人地区，迄种安全拢平静，所以上帝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吼。但是咱犹原要问啦吼，就讲到底是安怎分别啦吼？到底是安怎分别？那较正确来讲，就是讲所有认同以色列甲以色列的上帝的人，拢会平安吼。这咱伫罗马看到讲出来及的这个人中间，咱会搁来解说啦吼。好，伊讲恁的要求就是讲灾难发生了吼，法老王吼，你甲恁埃及的人民吼，会拜托阮吼赶紧离开啦吼，袂搁甲阮留安尼吼。所以这是恁的要求，毋是搁是阮啦吼。所以摩西受起来离开埃及王，这当然是会当讲是回应第10章吼，第10章咱若看到一寡国家伫政治上这个大势的问题的时阵吼，咱看到这疫情迄阵咧发生的时阵，有中国的间谍伫美国发生，迄个时阵嘛是真紧张嘛是安尼大使馆放话放来放去，咱所看到这个摩西甲埃及王因的情形嘛，差不多亲像安尼吼，嘛会通讲是讲好，你甲我宣战，我即马就是要来应战安尼吼。好，灾难降临就是讲，上帝已经有言几啊摆啦吼，甲伊讲，你嘛无要听命令，会降真济的灾难，当然包括这个是上大上严重的灾难等等。伫头前这个第10章、第9章拢有讲到讲，因为安尼所迄个灾难愈来会愈严重吼。但是呢，共款吼，法老王心共款搁硬，因为伊还阁有一个上大的靠山吼，上大的靠山迄个偶像，伊感觉讲伊还阁会当甲伊战安尼啦吼。嘿，
好，安尼进入第12章开始，就真正讲到搬过节，当然还佫有一个度假节的代志吼。这是第10个灾难，然后有看到迄个出埃及的记载。12章内底大概有7个段落啦吼，讲有定搬过节，这是上帝命令的。过来，上帝定即个搬过节，过来定度假节，了后是摩西宣告要设立即个搬过节，到伫遮为止，这拢算是有缘的情形啦吼，拢是有缘的情形。因为呢，迄个第10灾难还未发生。第10个灾难是对29节到36节才发生，所以头前遐会当讲是上帝先有言，将来发生这代志了后，会有爱搬过节，爱有度假节，这个才会情形会出现。37节到42节，就是咧讲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形啦，就是咱头前咧讲，因甲埃及人讨物件啦，因就互伊物件啦，赶紧建离开啦，好，然后第7段就是43节到51节，确实真正咧颁布搬过节，成做以色列人法定的节日，这正式颁布，头前拢是讲。将来安尼做，将来安尼做，到底要安尼做的原因伫倒？迄个当时以色列人嘛，可能佫拢毋知影啦这是大概这内底应该是6个段落啦第一个是咱拄则看第1节好，这拄则互咱看的地图上帝甲摩西讲爱定这个搬过节的这个节期这是11节，第1节到13节，严格来讲，这是一个预言，上帝甲伊先批判当然有圣经批判学者，因感觉讲这资料来源无共款编辑的问题但是咱若对伫咧记载的这个次序来去看的时阵，咱会发现就是讲，上帝已经先讲将来伊要保守，然后这个节期就要来。定落来这是一个有原式的命令啦所以上帝伫埃及地对摩西甲亚伦讲，恁着即个月做恁的正月，做年逐年的头1月正月。出来及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的讲法啦这是犹太历的一个计算的方式照圣经的写法就是。犹太历的开始是对摩西开始，但是事实上是一个西元前大概350几年这个中间也有一个列比犹太人伊来定的这个历法啦当然伊有参考当然是对出来及记这个所在开始的这大概互咱知，这因的犹太历甲咱的。这个阳历是无共款的所以咱大概知影咱的时间甲因的时间是无共到底因开国是倒一个年啦当时开始的，我这无用着款。一般来讲我先出来一个我甲这段用一个。一般来讲就是咱咧讲一个国家设立，也是咱咧讲，亲像美国美国7月初4叫做这个因的国家纪念日，也是讲因的国庆日。这个国庆日的意思呢，是讲因伫遐独立革命成功啦所以迄就诚做因的一个国家开始亲像咱国民党。甲咱教的咱的开国是这个某一年1月1号安尼所以咱就1月1号的开国纪念日但是伊个讲10月10号是国庆日这是一种讲法啦。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因这个国家呢，毋是对扫罗王的时代开始毋是是对当时开始。对因出埃及迄一天开始啦，因要出埃及迄一天开始但是迄个月开始，但是呢，
咱若继续看这个经文，咱就知影讲，其实上帝互因毋是宣布讲要爱有灾难，马上有灾难咱知影这个胎大囝的灾难一天尔定啦但是胎大囝伫宣布了后，阁有几工的时间咱连咪来看一下上帝交代摩西讲，这是这个犹太历安尼算对伫这个搬过节开始算每一年的头一个月毋是头一工那犹太人因犹太历伫主前359年制定的时阵，伊是对伫创世纪创造，也是讲亚当夏娃被创造迄个年开始算，所以就去统计圣经中间几年加起来那2024年照算是犹太历的5785年啦意思讲，若圣经加起来，差不多是这个年安尼啦好，这个是伫上帝伫遮颁布这个律法的一个开始但是呢，拄则牧师讲宣布了后，代志毋是马上发生上帝甲交代对第39、11节的经文，伊讲恁着对以色列全体讲，这月的初十。逐人着照家庭来准备羊，一家一只所以等到第10天无马上无供养上帝讲着这个预言了后，第10天才叫因准备这个羊准备这个羊来所以伊伫这个第10天开始准备羊是准备一个家庭一只后壁佫会讲到伊叫逐个的长老去准备的，是为着因的族群好伫即个准备羊的方向，就是一个家庭准备一只，若准因会当组织做伙因着做伙来分享抬这羊做伙去抹羊火就做伙伫遐来烘羊肉来去食，所以这是犹太人家庭聚会传统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关键啦因就了后因的家庭信仰的传统就是拢安尼恁安怎讲起着过去上帝安怎带领因这是因的传统。伊讲第4节讲，你的厝里若少一只羊食袂了，就甲隔壁厝边的做伙准备，照人数照逐人食的分量来准备所以一家到底几个人食会了，无一定着看恁食的分量，伊大概是安尼去分啦所以你若食会完，就是一个家庭一只；若食袂完，就去招厝边人较少的做伙来。所以搬过节的精神是一种分享如果你若存的人少，就应该甲隔壁做伙来准备这是一个分享咱会记哩搬过节的暗餐到落尾是甲圣餐去做连结啦这咱有机会再过来讲好，第5节就讲，恁着对绵羊还是山羊公来选一只一岁无欠点的公羊恁着甲羊留咧到本月的14号所以佫过4天所以上帝宣布了过10天才经羊佫来选着羊了后，爱过4天才来抬才来抬所以毋是马上发生的代志所以无有欠点的公羊，所以以色列人着爱伫这所在开始去准备伫这羊群中间去准备公羊公绵羊、公山羊安尼爱留4天伫黄昏的时候。没有分享画面，做伙没有画面吗？对，没有画面。是咧，歹势。我就是咧，好。我无用着好，我对拄则迄个犹太历遮开始讲啦是咧，拄则无互咱看到画面犹太历是对创造论，就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了后开始算到今年是
785年啦吼，这大概我小可搁回复者吼。那上帝甲因宣布了后是第10天，才叫因开始准备羊仔。准备羊仔了后，搁过4天，才做伙来抬吼。啊，咱这段经文，咱拄则已经有讲着，伊就是爱因家庭的聚会开始。啊，这是犹太人真水的传统，因的家庭的敬拜，影响因真深吼。到现在嘛是共款，咱知影这个最近以色列甲这个哈马斯的战争的中间，嘛有真侪住伫外国的以色列青年，共款去倒转去参加战争吼。这拢是对因的家庭的传统遗弃落来，对国家的认同，对上帝的认同，对这个信仰宗教的认同吼。啊，当然这个包括节嘛是一个分享的暗暝啦吼，就是因甲因的厝边，因若阵食了食袂完，啊，因就会当甲厝边来做伙来分享啊，这个物件吼，这是搬过节的精神吼，3甲8饼啊做伙来食安尼吼。哦啊，所以因着爱伫即个公绵羊、公山羊中间建一个集会啊，无欠点的啊，来准备来伫第14天的时阵要来抬吼，所以第14天的黄昏，因着做伙来抬羊抬羊，准备过即个搬过节吼。处理羊的方式，对第7节开始讲着真济，因摕一罐火。抹伫因食羊迄个厝双边的门屉门楣即个甲即门框即个肉着爱用烘的食无夹饼，又食苦菜做伙食安尼连面咱甲解说即个物件食物啦袂用得食青甲用水煮的一定要用烘的即个用烘的甲因的传统咧限制是有关系啦有关系。因爱用火去烧精生，精生烧去了变做臭焦，有迄个火熏咱讲熏香之剂所以因爱用熏的这是一个限制的一个真重要的方式啦讲食拢毋通留甲过早起留甲过早起，着爱用火烧掉，就是限制去好。留羊羔的火，太阳的时阵留羊羔的火要创啥？要抹伫迄个门框、门条、门楣顶悬我捌伫过年时甲咱三甲分享过咱会当用这来甲民间宗教的朋友来对话啦是台湾人的传统，也是中国人的传统。迄个大春联其实是受到犹太人足早期移民去中国的这犹太人的影响因是要撇年兽伫希伯来人出来记这是咧盗撇这个3长子之灾啦所以这互咱知影有这个对话的方式甲空间因来食羊仔肉用烘的做伙来享受，是厝里的人做伙食围炉，也是甲厝边做伙来分享用烘的食无夹饼，食苦菜，袂当青食，也袂当水煮安尼这大概互咱大概知影者苦菜是尾才讲着11章咧，上帝咧甲摩西讲的这个代志的时阵，无讲着这个苦菜尾才走出来所以伫犹太人即摆传统伫守搬过节拄甲这个中间，因这个苦菜嘛变做一个真重要必要的菜色啦处理羊仔的方式，咱拄则讲着，爱甲羊血留落来，爱去抹门楣做记号束腰准备要来逃走。束腰是要做工课，一般来讲食饭的时阵就较因伫迄种的环境下面，就较袂束腰束腰爱搁穿鞋，搁爱管仔准备条的，为什么？迄就是要逃走要逃走这就是咱咧讲已经要准备离开我会记阮做兵的时阵，我若去演习暗时咧困什物腰带啦迄个水壶啦工课拢放伫边仔，随时就准备要走安尼鞋嘛穿条的咧困安尼共款迄个意思啦
所以伫迄个所在，甲因讲，因着爱赶紧遮，因为将来要发生诶代志，真紧就会发生吼，真紧就发生啊，可能走袂赴安尼吼。12节讲，迄暝我要行透埃及地，拍死所有诶头上仔生，无论是人还是精生，搁伫审判埃及所有诶生命。即句话是重点，请咱会记即句话。人若咧问讲第10个灾难，上帝是安怎，你用即句话甲讲，这就是生命甲上帝诶战争吼。讲我是上主，你若有伫恁诶厝抹火做记号，我一个看到即个火，就会对恁遐搬过去。我拍埃及地诶时阵，毁灭诶灾难袂临到恁。好，你会记你迄落约书亚因个探仔无？秘伫迄个基路拉合诶厝，因来讲，我若入来即个迦南地时阵，你用啥物做记号？红色诶锁啊，吼，红色诶锁，迄红色是有那有迄个意思伫诶吼，有迄意义伫诶吼。好，包括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来审判埃及诶五常生命，但是因为即个灾难临到是所有诶人。所以以色列人着爱抹门楣，用油火抹门楣，互因来搬过即个苦难。所以搬过即个原因，是因为上帝特别保守选择相信伊、倚靠伊诶人。所以第10个灾难诶目的是上帝甲埃及诶五常生命诶战争，为着要互埃及王甲全埃及诶人知影，上帝是唯一诶倚靠。上帝是万王诶王，万主诶主，吼，大概是安尼诶目的吼。所以咱对即段诶经文12节会当看得真清楚，也因为上帝安尼有甲因讲要保守，应允要保守，即个搬过节就产生啦吼。开始所有诶头前啊，无论是人，无论是王，无论是神罗，无论是精生，头前啊拢会死。这是灾难，特别是对古早时代来讲，大囝的地位非常重要。这个太死了，因着变做无望啊吼。所以上帝游行伫即个全埃及地的时阵，若看到迄个门径门楣门条顶悬有油火做记号，上帝权柄就会搬过，还是讲上帝的权柄就会保守因，互因通得到存活啦吼。所以14节讲，恁就会记得即个日是上主的节日，代代守即个节日，这永远的规律吼。对迄个时阵开始，因就诚做安尼做因犹太人逐年爱接守即个搬过节。对搬过节对因来讲非常重要吼，非常重要。咱若看到迄个耶稣受难迄个时阵，就是搬过节，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倒转去，因要守这个节吼，就守这个节。15节到16节讲到除酵节，无酵饼吼，恁着食无酵饼7日，头一日对厝内将酵母清去，对头一日到第7日，所有有酵的物件人，拢着对以色列中间来计出吼头一日到第7日，恁着举行圣会，即2日准备食米的物件以外，所有其他的日拢袂当做工课吼。所以伫这所在有讲真清楚伊的定例啦吼。除酵节，啥物叫做除酵节？除酵节就是讲本地因咧食中间有酵母，所以以色列人毋是拢总食无发酵的物件。这毋对的讲法。以色列人因的日常的生活食的物件是有发酵的，有发酵。但是因为呢，因要逃难的7日，就是太大囝的灾难临到的时阵，因无时间互面员来发酵，所以就早着还未发酵的面员就离开。对安尼，因食除酵饼来守除酵节7天。来纪念上帝的恩典，这个日子是安尼来的所以因为着要纪念上帝的恩典，守2个真重要的节，一个就是咱咧讲的搬过节，
这个就是度假节，甲厝内所有发家的物件拢要清走，7天。啊，咱会通看见讲，因即马伫现代因无法度亲像过去安尼咧做事因着安怎？因着去外口去店仔去买啥？买迄个无价饼。我会记得我捌甲咱分享过迄一克仔包装，外口就写这是犹太人守节的专用的无价饼，而且佫有劣币监督的吸引工厂内底要做无价饼的工厂，爱有劣币伫遐自厂做 QC 这个咱讲品管做品管，确实因的面粉无放超过18点钟，赶紧做安尼就安尼做过安尼因为因认为讲超过迄个时间，面粉就发价好，所以因真严格来守这个度假节。伊讲，恁着守度假节，因为伫即日我带恁的军队对埃及出来，所以恁着守这个日，世世代代永远的规律。伫正月14号的这个下旬到21号的下旬，这就是迄个7日的中间恁着食无价饼。7日内恁逐人伫厝内袂用得有假。食有价的米的人，无论是恁的同胞，还是外族人，拢着爱对以色列的会中来寄出。咱注意来听无论是恁的同胞叫做以色列人，还是外族人，咱讲埃及人也好啦，其他去用掠来做奴隶也好，无要紧，非以色列人，若准无守这个诫命，拢会去用寄出所以一视同仁咱知影这个内底一直咧表达这个物件有价的米，恁袂当食伫即个节期内，无论住伫什么所在，袂当食好，这是拄则咧讲一个度假的物件咱就无搁重复讲遮个。第二个就讲，上帝讲伫即个14日，即个月14日，我带恁的军队出埃及。因有军队吗？迄个时阵其实是无的基本上伊是乌合之众啦因为因嘛无组织只不过有迄个长老咧带领因，但是毋是政治上、军事上即种的管理。但是因用12个家族来分啦一族一族安尼一队一队安尼出去，安尼真壮观啦，好若亲像军队。上届无对其他国家来讲，以色列人安尼真大军200-300万人安尼行出来是足真壮大因感觉讲安尼真惊人佫会过红海，佫互即个埃及的上精英的部队战败，拢跋入去伫红海内底即个消息逐个人拢知影即个以色列人军队真强强啥物人强？是因为上帝甲因三角地地伊毋是真正有迄个讲真强的军队啦好，就是安尼来出埃及，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上帝差遣摩西的目的。拄则开始时，我放一张图，我画摩西伫山顶领受着上帝的调命，倒转去伫埃及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即内底发生足侪代志包括即个法老王安尼反起反倒安尼所以因要出埃及。去甲上帝献祭，去敬拜上帝。讲着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族人，所有的人甲因做伙，拢爱守无价节，爱食无价饼。伫即个节期内底，拢总7天，着爱真严格啦所以伫21节到28节，着真正颁布将来要设定即个节期。但是即个时阵，我坦白甲你讲，若咱是当作是以色列人，一定听甲无啥，因为毋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太大囝的灾难还未发生，伊嘛还毋知影的但是第一个开始是上帝甲摩西讲，然后伫11章的后壁面是摩西甲即个法老王讲即个部分。然后伫即个所在是摩西来遮的以色列人，即个字要改着，伫
伫埃及的以色列长老来宣布颁过一个规定，所以这是正式宣布，摩西调集以色列人所有的长老对因讲，恁着为着恁的家族敬仰拄则已经讲着家族所以这个长老是代表家族来开会，所以伊交代这长老就为着因的家族，拄则咧讲的军队就是用族群啦，一族一族安尼出去的所以用安尼来为着因敬仰抬来做搬过节用，以色列的长老咱咧讲的支族的族长啦，等等遮的好，因代表12个支族啦为着家族来准备羊群所以这族长的这个责任真大呢一个族内底的人家应该真济啦所以因在伫迄个所在咧守搬过节要来守搬过节。然后这羊，这无讲介清楚，但是头前已经讲真清楚，爱是公绵羊公山羊一岁无欠点的所以我咧讲，伊记载头前后壁有小可无共款，咱爱甲所有的拢斗做伙，你才知影讲，拢总讲的是啥物物件。比如讲，我问埋头前拢无讲啥物物件，伫即个所在特别有讲到牛七草，这是头前拢无讲到这嘛是12章22节是圣经中间牛七草第一摆出现一个经文就爱阮本来的花我门埋甲相并天光以前无论啥物人拢袂当出门，拢爱伫厝内底牛七草即马真歹去知影讲当作是牛七草是啥物货，不过圣经学家有去找到一个真类似的，我伫互咱的资料内底有迄个互咱的一个注脚，咱会当去看所咧讲的物件是啥物货好牛七草伫圣经内底有特别咧讲到会当甲人洗清气，所以咱会当约出来讲牛七草是一个真粗，敢若亲像咱的菜瓜无较修成，变做菜瓜布，会当洗碗，会当愈清气安尼一种物件所以伊亲像台北的诗篇所讲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用即种牛七草安尼甲洗互白安尼啥做的救恩啦就是圣经内底基本上嘛是咧讲即个物件啦会用伫遮基本上就甲即个羊血甲羊羔三项物件斗做伙，就是咧讲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啦咱咧讲即个部分这对伫咱咧讲基督论拯救论的角度去看，你若旧约的圣经学家伊袂安尼甲你讲啦但是伊知影讲羊血真清楚，就是上帝要保守的记号安尼好，所以圣经学家考古了后，伊就找出来真类似的物件。这是伫1846年的一个英国的圣经学家去找出来的资料我有互恁的资料内底有，咱会当来看啦。我都无囥伊遮好，羊羔的血是一个保守救恩的记号是赦罪的记号。嘛讲因袂当出门爱伫厝内门关起来。爱抹羊血来避这个灾难因为上帝要骗行全埃及，要来拍死埃及人来讲这个透过这个灾难要来做这个代志。当然，这个就是咱咧讲上帝的宽屏所以因为安尼有做迄个记号，上帝宽屏的搬过迄个门，就成做迄个搬过节灾难遍及所有的这个埃及地的人。倒位是安全的地，就是有迄个门楣保护的记号，然后伫门内底门关起来，门关起来，上帝就会当搬过，互咱来赢过咱的困难，其即点会当有真济的更较深、更较宽的思考啦，好。24节到25节，恁着遵守这个规例，做恁甲恁的后代永远的规例。将来恁进入上主所应允要赐予恁的迄块地，恁着遵守这个规例
即个讲起来吼，以色列嘛佫无啥，因为吼到底上帝要应允入去迄个地伫倒位，因嘛毋知影啦吼。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应允吼，这是一个讲法，就是嘛是咧讲，将来恁若得到即个祝福了后，恁着爱遵守即个规律，这袂当改变的，因为是世世代代永远爱接受的。所以你若来看到即摆犹太人，甲现代犹太人，因对搬过节的重视。会当互咱感觉足讶异啦吼，因重视啊，足非常非常重视安尼吼，无守拢袂使一个即种情形吼。我讲一个题外话啦吼，捌伫美国看到迄个新闻，就是讲，有迄个犹太的大学生，因伫带平仔节的时阵，校园就开始搭天道，因就拢带伫迄内底。迄个意思就是讲，因对伫守节期是遮尔啊严格的接守，吼啊，捌做正伫学校内底有一寡紧张甲冲突，特别是阿拉伯的学生对因有足大的对敌的看法，啊嘛有真侪人袂利用，甲伊讲因哪会当占学校的草皮啊，伫遐咧露营安尼吼。啊，到落尾学校去了解了后，就定迄个时阵，诚做因特别守节的一个特节期，啊，校园就互开放互伊，啊，逐个拢变做拢尊重因安尼吼。新闻嘛报啦，报甲真大篇安尼吼。所以咱看伊讲，犹太人咧守节是非常严格啦吼，所以因遵守规定吼，将来进入伫应允之地，嘛是爱搁继续来遵守，一直甲咱看见。耶稣受难时阵，也是搬过节，因咧接受的时阵吼。26节到28节，恁的囝若问恁，你安怎守这个规律？恁就讲是献互上主过节的祭物。上帝拍死埃及人的时阵，伊来搬过，住伫埃及以色列人的厝，解救咱对这个啥？逐个即个家族安尼吼，人民就趴伫涂骹来敬拜上主，然后以色列人离开，照上帝对摩西甲亚伦的命令去做吼。所以这是摩西亚伦交代以色列者的长老爱去做的代志，然后因就接受吼，接受吼。啊，这嘛是拄则牧师咧讲，以色列人伫搬过节的时阵，因着门关起来，家己去守节，规个家庭的人做伙食。所以这个家庭的聚会，囝问啥，安怎答，都变做伫每一届因若暗时，通常因拜五暗时，犹太人就会家庭聚集做伙食饼，因为过来就是安息日啦。伫迄个时阵，老爸就会去甲因讲着上帝拯救的传统，出来级的这物件，所以因的家庭的信仰教育就是拢安尼来开始。去做迄个基础吼，我想这是咱基督徒的家庭，实在是爱学习的所在啦吼。好，29节到30节，伫半暝上主杀死埃及人甲所有头上仔，对坐位的埃及王的大囝，到伫关于感觉的犯人的大囝，以及精生的头上仔，拢总杀死。埃及王甲伊所有的人臣，以及全部埃及人，拢伫半暝起来。伫埃及全地有大地哭，因为无一家无死人，吼，这非常严重啦，吼。咱最近看特别讲到半暝啦，吼，29节、30节、31节讲到3摆的半暝，吼，暗暝甲半暝，吼，特别咧强调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间，其他9个灾难拢是伫即时发生的，敢若伫这个时阵伫暗时啊发生的，会通讲是互因。措手不及啦，吼，措手不及。只有以色列人听到摩西的这个教导命令了后，因有做准备，其他埃及人因拢无准备啦，吼。半暝发生，吼，半暝发生。咱讲夜黑风高的夜晚，吼，无一家无有死人，吼，所以逐个拢有。咱想讲嘛，伫迄个时代无电火的时代，迷蒙山鸟，每一间上帝行过，都有人死，都有人哭，
一间过一间，迄会通讲是足恐怖的一个情形安尼迄个描写所以亲像上帝所有言的所有的头像摩西去互这个法老王调入去，因为大囝死去死去了后虽然法老王讲你无搁再见着我你就会死但是事实上情形是颠倒变啦这个时阵埃及法老王较紧叫摩西来，就讲恁赶紧离开啦，挡袂牢挡袂牢所以伫这所在咱发生咱拄则所看到后壁面，埃及人赶以色列人赶紧离开所以拄则牧师有讲清楚，头前咧讲埃及人真好款待以色列人，其实无影是摕好物件互伊，讲拜托你赶紧走毋是真正好款待伊啦是安尼伊讲较紧赶因走拢得要死安尼你若无走阮毋摕大囝尔，有可能其他拢会死所以因迄种的心情，要赶紧甲以色列人赶走，以色列人就摕未肯的面丸，也是讲未赴发酵，下伫糙米粉的器具内底，用衫包起来，放伫肩胛头，就离开法老王叫摩西赶紧带着以色列人离开，通讲是赶因离开啦赶因离开，毋是叫伊赶紧离开安尼因面粉未赴发酵，34节写真清楚，因无时间未赴发酵，所以因就甲即个早走，就后来的度假节是因即个原因来咱搁讲一解除孝除孝，咱讲无孝节较会误解，但是你若讲除孝，就是讲本来有，尾就爱甲除掉，因为要纪念迄个上帝恩典因互伊金器、银器甲衣服衫这是头前拢无记载衫，伫遮才记载35节甲36节。埃及人好真好款待因其实毋是啦，伊互因好物件，拜托因走安尼啦迄个意思啦所以以色列人甲因讨啥，因就互伊啥，毋敢讨价还价啦拢互你命道拢要无这嘛无重要安尼迄个意思所以因已经挡袂牢灾难以色列人伫这个情形的下面开始抢夺埃及人因手中的物件抢夺啦这是较正确的讲法啦拄则咧讲着讲摩西伫法老王甲埃及人的面头前，互伊看做伟大，是因为因战败。亲像咱头前讲着讲第7章埃及的官员已经头前章的第7节啦这个埃及的官员已经甲法老王讲，这个袂使咱讲逼宫啦你爱赶紧放因走，无会搁死愈较济人这是第10章的所在所写所以咱会当看伊讲摩西甲以色列人真正是这个时阵赶紧甲伊赶走所以因等于是战败国啦伫太大囝的灾难了后，已经认为家己伫军事顶悬战败战败国去互人抢夺是非常正常的代志咱倒转去看扫罗王，伊犯罪的原因就是伊战赢了后，所有抢夺的好物无照上帝交代，甲伊灭掉，甲留落来咱知影战赢伫古早时代会当抢夺以色列人就离开南西苏格来出发这个囡仔甲妇人人无算行路的壮丁拢总有60万佫有真侪混杂的军将，以及牛群、羊群，甲真侪精生甲因做伙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啦以色列人离开南西这个所在去的时阵，咱知影讲因迄个人数非常济囡仔无算，妇人人无算，会当战争的，包括老人无算60万，剩起200-300万所以自从雅各家搬到伫埃及，安排伫这个地区上顶因就是出埃及离开南西咱会知影讲有拢总的人口算起来200-300万人出埃及的记载就是上帝差遣摩西
等于伫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南塞代表因做奴才的所在，所以迄是离开做奴才的所在。咱讲解放、解放神学救恩，有人讲是以色列特别有诶，其实毋是啦是即个所有接受诶人，拢会当得到救恩。上帝限制人所有人离开，包括一寡其他族裔诶人嘛离开埃及南塞，去早着征生，去献祭，去敬拜上帝，这是迄个条件就讲，互我诶人民离开3工到旷野，去服侍，去献祭这是征生必须爱离开诶条件。咱知影进前摩西有讲，恁祈祷好征生留落来，这是10章24节，迄拢是无照着上帝诶意思诶做法39节因用对埃及带出来无甲饼诶面丸烘做饼，因为因受赶离开埃及，真紧急，袂当为着家己准备食物所以迄是袂赴法教啦袂赴法教咱知影迄个真正诶原因啦430当就是咱咧讲雅各以色列因全家70几个人搬到伫即个埃及住落来，到伫因离开伫即个太大囝诶灾难，就是因诶正月14号离开出埃及，即天拢总430年，430年一个满，拄迄日上主带伊诶军队对埃及地出来所以咱知影迄个算法，就是拄则已经讲着约瑟做法老诶即个宰相雅各全家为着要逃闪即个饥荒，搬去到伫埃及地，住伫遐，对贵宾到奴隶，然后上帝找摩西去甲因带领，透放因，互因成做一个自由诶民族42节，即暝上主规暝固守因，带因出埃及地，以色列人着世世代代伫即暝上帝守暝迄暝上帝足无用呢，迄暝上帝着爱行游伫全埃及太大囝诶灾难嘛迄暝规暝上帝固守因，其实上帝同时阵会当做足侪代志愿意来倚靠伊诶，着得到保守；无愿意倚靠伊诶，着家己去面对困难甲死亡这真清楚伫这所在。所以迄一暝就是黑暗暝诶时阵，是第10个灾难发生诶时阵，是太大囝诶灾难发生诶时阵，是上帝执行伫行游伫全埃及，搁来领受以色列人来得到搬过节恩典诶迄一暝。迄一暝是因爱守节来纪念上帝恩典诶迄个暝44再讲，毋过用云买来奴隶，然后受割礼，就通食；架骹甲车内诶工拢毋通食，着伫厝内食，连一块毋通摕出去外口食。羊仔骨头连一支也毋通讲断。以色列所有诶会众拢着安尼来守节才有讲到其他族裔诶人会通甲因做伙食无会规定会规定。当然，即个内底还佫有犹太文化因诶即个民族性伫迄内底伫即个内底有讲到割礼问题，也有讲到认同诶问题啦所以上主对摩西甲阿伦讲，搬过节诶规定是安尼，搬过节诶食物，外族人拢毋通食这有条件诶啦有条件当然最主要，上帝是找摩西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太大囝诶灾难了后，上帝保守因，带因出去，互因永远来接受这个节期，所以这个规例足重要。搬过这个食物，伫这个所在，佮讲一届诶时阵，特别诶强调来设定，甲因讲因一定要守，所有诶食物其实是拢足平常比如讲你讲烘羊肉，因普通时嘛咧食无甲饼无甲饼是因为因袂赴法教这无法教其实较简单啦佫有苦菜佫有苦菜
即三个真普通的物件了后，就因为安尼成做一个真重要节期宗教意义内底，所以因就开始有规范吼。意思就是讲，这物件毋是特别的，但是因为搬过一个恩典，煞变成做特别的意义的物件。所以摩西伫这所在就宣告搬过一个食物，外族人袂通食，吼。但是外族人的定义是啥物诶？咱爱知影吼。比如讲，因诶仆人若囡仔查甫诶，若受着割礼，就会通受着接纳，甲因做伙来守节吼。伫迄个时代就有即种诶吼，会当有接纳其他族裔诶人来。照着因的宗教规定来归入伫犹太人的行列内底吼，所以这互咱知影来讲，毋是用迄个民族来做即个规定啦吼，是用伫对宗教、对文化上会认同来吼，所以要有经历着共同的搬过节经验的人，袂当做伙食即个物件，就亲像圣餐共款。咱咧讲还袂洗礼人袂当食，有诶人有无共款诶意见。你讲逐个人拢会当食，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恩典要互逐个人吼。但是你无明对诶人来讲，食这无啥物意思嘛吼，一杯仔囝诶葡萄汁，一块细块仔饼，无算啥会啥物啊。但是伫信仰诶意义顶悬是无共款诶。即个天主教更较严重，因讲即个神父呐。注射即个饼，迄个饼就变做耶稣的身躯啊！哦，迄就足神圣啊！连狗遐嘛袂当互去沾安尼吼。嘿，咱即个长老教会是用象征性的吼，讲这不是个象征尔定，伫迄个宗教礼仪顶悬，咱会代表纪念耶稣基督的即个救恩。圣义中徛伫中，圣义中咧讲伫注射了后。伫守圣餐的迄当时，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教会，了后就毋是啊吼。这是三种对圣餐无共款的讲法吼。搬过节，你若无有即个经验的人，无明白搬过节的意义的人，你互外族的人拢去接受是无意思的吼。我用安尼来进一步来甲咱三角来分享啦吼。所以伊讲某一寡人袂当食吼，亲像你若讲，有人咧讲。圣餐是上帝的恩典，要互所有的人的。咱来想看觅啊，耶稣捌互5000人食饱，捌互4000人食饱，但是最后晚餐敢若12个人该做伙食，为什么？为什么？这我想互咱来思考啦吼。好，伫厝里食，当然咱知影伫外口都有即个危机、有灾难、有胎大囝的即个患病伫迄个所在咧游行吼，所以就关起来吼。照着安尼，伫迄个情景的内底来接受，所以因伫守节的时阵，换安尼做来，转去到伫当初时的一个情形安尼吼。所以因要求因着爱守节，守节的节期。48节到49节，然后行卡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爱要守搬过节敬拜上主，因家内查甫人着受割礼，则通甲本族的人共款守节，则讲真清楚啊吼。外族人吼，无论是奴仆啊，毋是，只有外族人，因若愿意接受着即个割礼，因就会当被认同做犹太人，做伙来守即个节吼。所以这共款啦吼，本族人甲行卡伫恁中间的外族人，相款拢着守即个规例吼。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犹太人其实自古早就拢有接受外邦人甲因。即个嘛影响着初代教会一寡犹太基督徒，因感觉讲外邦人要来洗礼，要来成做基督徒，都爱受割礼，就是用即个看法咧做凭据咧讲啦吼。以色列人出来叫的队伍中间有闲杂人等，都则讲的吼，所有的外族外邦人吼，真诶，所以。咱咧讲诶，出来give的救恩，搬过节的救恩，毋是以色列人独有的啦，毋是。当然，迄个目的是要找摩西转去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无毋对。但是上帝袂讲安尼，你毋是以色列人，你袂当来。
你毋是以色列人，你袂当来受来得到即个搬过一个恩典无？吼，毋是安尼吼，所以咱搁去看着圣经甲咱讲的吼，搬过节绝对毋是以色列人的专利，信主得救嘛，毋是以色列人的专利，嘛毋是基督徒的专利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若看到因伫迄个所在来守即个搬过节，好像亲像咱台湾人咧围炉共款，迄种的感觉吼，伫迄个节期中间，因做伙食羊肉，用羊血来纪念上帝的救恩吼，透过摩西颁布的搬过节这个规例吼，以色列人深深受到亚伯拉罕传统的影响，所以割礼变做一个记号啦吼，归属伫上帝的记号吼。咱知影亚伯拉罕伊本地毋是捌上帝的人啊，亚伯拉罕本来嘛是外邦人嘛，伊嘛是互上帝所拣选来跟对上帝了后，上帝赏赐伊恩典，互伊有囝了后，才来吼。所以对安尼的记号转化到伫以色列政治文化传统的认同顶悬吼。大囝的恩典嘛，因为安尼上帝保守以色列人的大囝甲头生的亲生，所以因将来要爱将即个大囝来献互上帝，吼，来献互上帝，安尼即个恩典，所以因就是爱做即个代志吼。甲你做记号加入犹太族群，这是咱知影。到现在其实因嘛有即种的认同，即种的做法。保罗第一届宣告旅行倒转的时阵，伫使徒行传15章，迄个时阵使徒因召开会议，咱咧讲耶路撒冷会议，也是讲第一届的大公会议，就是咧讨论讲外邦的基督徒爱受割礼啊无？吼，即个彼得尾仔徛起来讲。伊建议毋免啊，因为伊嘛受到呼召去关心外邦人吼。好，咱伫遮看讲，受到割礼了外邦人当加入伫守节的行列内底啦吼。上落尾50节到51节，以色列众人就照上帝命令，摩西甲亚伦的话去做，就伫迄日，上主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出埃及。吼，咱拄则讲的。迄毋是军队，是一个族甲一个族安尼来一队一队来出埃及。上帝命令因，着爱安尼来行，来纪念，来接受安尼就是互因会当伫接受着上帝搬过节的恩典了后，来有两个节期，一个搬过节，一个度假节，来纪念上帝固守因伫即个。胎大囝的灾难中间，无互因受灾吼，无互因受灾。好，今仔真长，嘿，安尼10个灾难咱拢讲完啦吼。过来后壁就开始咧讲着一寡守节的物件吼咱开始会过来搁进一步来讲啦吼。这10个灾难就是基本上就到遮呢吼。好，有问题无？逐个人拢无问题。好，好，若无要提出疑问，咱请秀琴执事带咱祈祷好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的救恩是临到每一位信靠你的人，就像主你带领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那样。主耶稣，虽然你的话语当中有很多很深奥，但是我们一样聆听，也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动工。也谢谢牧师这么好的一个传讲，谢谢耶稣，在美好的晚上，我们能够享受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美好的晚上当中，有一个很好的睡眠。我们即将散会，让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在晚上都有很好的休息。明天有更多的事情，求主耶稣继续的带领以及赐福。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谢谢。夏牧师，多谢谢请。谢谢牧师。